Jordan 夜里切了奇怪的菜，我的皮肤变绿，女友也跑开。全身绿绿，镜子里的我感觉很倒霉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是小绿绿，这世界真奇怪，中途变绿色，爱情也走不开。朋友看见我，他们也吓跑了，说我是怪物，连理都不理我。我该怎么办？怎样才能恢复？拜托上天吧，害我原来的样子。我是小绿绿，这世界真奇怪，中途变绿色，爱情也走不开。我该怎么办？怎样才能恢复？拜托上天吧，害我原来的样子。我是小绿绿，这世界真奇怪，中途变绿色，爱情也走不开。